咁其實都預期相關嗰個機械人龍頭股嗰個上市估值啦、認購反應啦，同埋佢上市之後嗰個股價咧，都可以為之後上市嗰啲同業咧奠下一個比較好嘅參考基準。特別係我哋都知道人形機械人喺成個環球嚟講都算係仍然相對一個新興嘅行業，可以俾投資者參考嘅資料唔算太多啦。咁所以內地嗰個龍頭機械人公司上到市嘅話咧，咁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參考作用嘅。咁如果今次真係可以取得比較高嘅估值，同埋上市後嗰個表現亦都相對強勁嘅話咧，咁都預期係有咗之後上市嘅同業咧更加容易係獲取到一個更高估值嚟到上市嘅。咁但係都需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咧，之後上市嗰啲同業佢嗰個規模同埋營收能力咧都未必係及得上今次依間上市嘅行業龍頭啦。咁所以投資者可能要小心，就算之後嘅同業可能取得一個較高估值嚟到上市啦，佢嗰個後市表現咧亦都唔一定話係會理想嘅。再加埋成個新股嗰個上市短期個表現咧，咁其實都係同當時嗰個市場氣氛都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嘅。咁所以咧，就算今次我哋見到嗰間龍頭機械人股上咗市之後，如果佢個股價表現真係唔錯嘅話咧，亦都唔代表其他嘅同業可以複製翻相同嘅表現。